咁樣有時起身床，咁樣一踩落地下呢個腳踭呢個位圓嗰個位就痛，即係而家起床咁樣行就冇痛啦。最痛嘅時候係朝頭早起身落床咁樣踩落地下，跟住個人就企起身咯，痛到咧踩落去之後我就唔行字咯，就等1-2個字到咯先再行咯。嗰時就覺得咁奇怪，因為以前冇噶嘛，點解而家突然間個腳踭咁痛，同埋又唔敢行咁耐咯？見到你哋機能再生，咁咪就嚟試下咯。做完翻去冇咁痛，同有啲舒緩，見到有效咯，冇痛啊！踩落地下起身嗰時都少咗咯，一路路咁。而家好翻大半啦，叫做行街啊，同埋去即係做時做節嗰啲出去活動下都 OK 咯。我會俾 N 機能再生9分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，N 機能再生幫到我。